收看《乡亲同乐飞》，大家来上飞。大家好，我是客家乡亲朱慧君。大家好，我是客家小王子吴永斌。哎呀，永斌，用班啦，今日呢好看冇？好看啊！今日要帶觀眾朋友看乜嘅啊？看那个故宫博物院请出来的一件国宝。你咪送拜來過嘅嚇？唔係，要拜真件的。哎呀，故宮博物院呢？也是有故宮博物院。真件的哦，我讓你講真件的。所以你買嘅博物喏。係啊。千里去就錯嘅。冇唔錯，我繼續評審欣賞你就抵咧。係哦。係。哦，聽啲講呀。布頭欣賞，起風岩欣賞，國博級的山高天后，李秋霞欣賞，客家歌手邵音欣欣賞，呢個國寶級嘅。從故宮博物院申請出來，麥嘅呢種係屬婆，係咩啊？唔好亂講吧！建議兩上要買，一開始是講係故宮博物館搶出來，係啊，家下眼巴都係恐龍誒，還好是寶物還好，不是恐龍。猜是，哎呀，這國家的寶物呢？你國家的寶物申請出來，係啊，做乜嘅？國家申請出來的寶物一定要表演一下。咁我申請出來冇猜，不只要在他們那邊做評審，還會有請佢出來哈，為呢個客家鄉親同樂飛來表演，來看呢個國寶級嘅天后哈，帶來乜嘅精彩嘅表演哈。歡迎李秋霞老師。
假使人那夜晚有情的你，太你来谁爱子里，讲起乡下村里，新村是哪一个呀？听那个意大利。哇，国宝级的立秋下先生，哎呦，欣赏冲下幽默，朴树中上，哎对冇？迄无中上的话吼，代表你那树无路用诶，都因为难得秋下先生来吼来开金口。对对对，阮迄个乡亲同乐会嘅朋友吼，谭坤迄个国宝级的歌后，好啦好啦，什么嘢啦哈？好希望安尼各位乡亲去专于让伊千变好友，留当落手了哈，甲别手亲家车咩手了来，欣赏安尼嘅。用你用啥？你阿咪用点点？哎，你用啥节目？怎么爱的讲很奇怪？你讲啊，唔讲法嗰種打字炮嘅用啊，哪个节目？鄉親同樂會，太假來消費啊！唔好暗用啦。你講法嗰種打字炮嘅用啊，好啦好啦那人家。有 power 啦，係嘛？哎好啦好啦好啦，加油！好啦好啦，好啦，叫下來講，人哋咧踢足嘅表演啊，係 OK 好來。鹹水炸表演體由評審判分數，3位評審每個人各有50點呢，每10點呢代表獎金100萬元，係講得到滿分50點，就做得到獎金2000元咯。
重赏鼓励，这团一庞大。哎呀，我想講有100號，差唔多25個2000多。今日堂講嚟到到邊啊30V 啊30V。請問那個劉先生啦吼，你團嘅合唱團、合唱團成立已久嘅時間呢？哦，10年。當日攏上課1禮拜100。1禮拜100咧，嘿，唱2點鐘，2點鐘，唱2點鐘哦。係哦，係哦，就全部。哈斯歌體的呢？全部嘅人向下唱係嘛？也係個別。向下唱啦，向下唱啊，都係集歌謠版啊，向下唱啊。歌謠版吼，我請問你個評審先生。哪位咧？來請問你個國寶級嘅評審先生。國寶級跟國寶級冇。國寶級嘅哈。啊，唔好講啦哈。今日咧，幾團咧尤其咧首歌曲，盼望青年嘅團員，你睇呢客家小跳唱船歌咧，嗰邊咧兩鋪嘅合唱非常好聽，尤其條嘅音質也清好，有活動也欣賞。哦，所以今日咧幾場嘅表現，我本日讚。100點，哇！你都想看分數嘛？想想幾多分？滿分哦，都係滿分哦。600分哦，我即家我哋50年添咧。哎呀，個審證我自家嚟做啊嘛，嚟嚟，咁我上邊聽下嚟聽。啊，你會客家歌幾首了？很多首了。哦，那你就可以來很多次哎，有這打算嗎？沒有。好。上邊聽下嚟聽，好吧？評審老師準備好了，來，加油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3、朱海老師14，立馬啲啊，數年呢？係最感動嘅數目的。有出嚟嘛？有嘛？有出嚟啊？得到15分滿分。哎，滿分啊！廖先生啦，嗬，嚟參加呢個鄉親同樂會，帶嚟呢個客家嘅文化嘅傳承。係，希望你多多加油。OK。再回去再練好幾首歌曲。今日能見下大家嚟看下我哋海族嘅表演呢哦。
凤山谷的陈义贤带来一个客家妹，贤，你好，你好，来聽咁問候一下嚟。大家好，我係陳以涵，你下几年生5年級。？5年级，国小5年级，都是阿公阿妈教你唱的。對，啊，你会客家歌几首了？很多首了。很多首了，是不是？哎呦哦，那你就可以来很多次哎，你就可以一直拿奖金，一直拿奖金呢，拿很多次哎，对不对？有这打算吗？沒有。好。为了什么？因为奖金太少了，对不对？不是，不是，因莫非為没有空，不是，因为偶尔来就可以了。對，哦，来唱歌啦，本年你嘅乡亲朋友谈啦。既然安慰唱歌，俺就弹看那事情上，给你冲动用班呢。好肖老师，请。他是未来的巨星，声音又亮，哎呦，个舞蹈真哦那个舞台有没有？台风亲吻，以后你一定有机会。未来的巨星。哎呦，你来叫我算命的呢？哎呀，啊，你多吹多你们讲个嗓音哈，跟我们的这个国宝级的李老师一样，很高音，一定有机会。很高亢，声音咚亮，懂亮，懂亮哈。对对对，老师说你的声音很亮，跟国宝级的老师看齐。好，繼續加油哈！加油！稍稍的看你那個3位評審先生，本日那個陳小妹妹得到幾多嘅分數？老師請給分。來，再來，肖老師。哎呦，老師你有個點？又出來，滿分啦！這麼多滿分啊，獎金。老師一致認為說哈，你唱歌有希望。哦，那你要繼續為我們客家話傳承下去，好不好？好，多多練客家話好嗎？好，那我們繼續來看下一組的表演。
众场鼓励。好棒哦！哟吼，阿姊，阿姊，嘿，哎，阿姊啊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还想跟人家老佛师吼。系啊，家老佛师诶，也伊佢我记咧。唔讲一条东西，我嘅带过来嘅系很唔是我嘅表演，嘿，带过来，带过来嘅。嘿，唔来叫唔对，一多人开始就做一个魔术表演那样。一个魔术表演差唔多前后有6年人。6年啦，唐公娘变魔术求学的这个过程哈，有奇遇哦，对，有一则故事系嘛？对，可以分享吗？我点咯。啊，新闻弄一下啊，新闻有下，天师地度没有下，因为我去到一个欧洲读书啊，好啊，都读到一个魔术师啊，系啊，啊，如果伊讲讲个魔术吼，可以讲埋，有兴趣做唔得就错啦。人安尼就做得成本咯，安尼吼，哦，佮做唔得咁嘛呢？送来一面国旗都好，伊都送本来，啊，因为我是托教，我是个信徒，啊，所以我都同伊个机器拿转来，拿转来以后呢，啊，我都积极去研究，过后我都求上天讲啊，伊教我讲个堂下人讲我，做唔得一房间，一房间教我，伊自己教我，我都健看，啲房间教，我看得到佢，系安尼，看得到，我看得到佢，系。刚刚两位迄不要田平田中迄呀，他那是合法嘛？佢啊，都一直读书嘅，佢读书会堂啦，他不是木马旗啦，木马旗都堂嘅。好，蚂蚁就看那个优质嘅节目，唔会蚂蚁。来谈看那个齐先生嚟讲情一下。我看到安尼表演啊，实在佩服得五体投地。真劲哦！实在看见安尼吞剑啊，讲一下，等下唔多，要喷血不？咩？他把我撞到石嘛？系哦。真系讲一下。亲手型啦，亲手型。技术高超呢。音乐啦，动作啦，还有你的技术啦，哦，实在谢谢，按赞啊，谢谢，3个赞，来，常辉先生，走得边出险境出来嘛，来，提升滚舒畅了。肖老师有点落后，再来，哎呀，编出来，谢谢，你看，编出来，有嘛，哎，编出来在那蹦宝啦哈，这个练，这个有险境哈，哎，相信天师给条件，观众朋友哈，要同向我看，同向我表演，编魔术的拢出来，吞剑的嘛落去，那还想要编嘛呀？夹那天发来报名哈，啊等的落哟。唔错，今日咩感谢三位嘅评审先生，还有今日嘅传水仔。係啦，強情同嗰啲太假對上邊，我哋下次見啦，再見。什麼？